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安。今仔早 NVIDIA GTC 大会演讲，黄仁勋是强调讲 AI 发展的后一步，就是 AI 代理时代，也发表全世界头一榜的这代理式 AI 处理器，佮有甲联发科所合作的 AI 超级晶片。那讲到即马 AI， 台湾就当伫咧全世界上界重要的所在。All the CPUs of the past we built for humans. This CPU is built for agents. 伫电脑展前一天，回答 GTC 大会升级场，执行长黄仁勋点出新一代 AI 超级电脑核心处理器 Vera CPU. There will be billions of agents, and these agents are going to be using the CPUs with very little patience, because the cost of the GPU they sit next to is too high. 回答讲 ，Vera CPU 是头一款专门为代理式 AI 打造的新一代处理器，目前已经导入 Vera Rubin 平台内，伫特定 SQL 资料库运作的时阵，效能相关会当提升3倍。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market, a market that never existed before. It's not going to take away from the old markets, but this is a new market. CPU for agents, and this market will surely be larger than the last. AI 代理时代到啊，黄仁勋同步讲一个大消息，宣布回答推出全新 RTS Spark 超级晶片，正式踏入个人电脑市场。You could talk to it, it could look at you, you could ask it to read files, go help you do some research. It could do a lot more that I'll show you. 有 Blackwell GPU 加20核心 Grace CPU， 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打造，累建700亿的定晶体，佮甲台联联发科合作开发，未来应用伫 Windows AI PC。黄仁勋形容这是40年来 PC 产业上大改变之一，未来原来会重新定义下一世代 AI 电脑。It's the first multi-vendor SoC in the PC industry, and what we contributed was the CPU complex. And this was a great example of taking the best of both companies, CPU from MediaTek and GPU and AI capabilities from NVIDIA. Taiwan's rich ecosystem, the richest ecosystem, the world's best supply chain ecosystem. Unbelievable. Well,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here. And this year, our businesses together are growing incredibly. 除了佮感谢台湾供应链嘛加入故乡味，新式电视、王记虎城肉粽、花鸟小馆、砖窑等真侪间订得起高端的餐厅。黄仁勋大抢供应链的名单佮增加，不过外团黄仁勋主题演讲结束了后，要甲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真侪间韩国电子大厂伫台湾举办暗宴，甲韩国的战略革命嘛全面升级，互 AI 发展的势面持续互市场的关心。记者采访报道。全世界 AI 当咧冲，台积电目前的矽光子的技术也渐渐招边啊，按算明年就会当量产。另外，这高通的执行长艾蒙来台湾演讲，也有讲到未来这数位体验中心会对智慧手机转做是 AI 智慧体。台北国际电脑展特别伫初二举行，带动电子股股价继续行强。初一台股头一摆的收伫45337点起604点 ，AI 相关族群股价相关气势强，像联发科以4555块做收起245块。AI 事件毋但带动股价，真侪科技头角也出现台北国际电脑展发表主题演讲。All of our development partners, a special thank you to TSMC, which has been an incredible partner on this journey. So thank you to our suppliers and our developers. 高通执行长艾蒙表示，今年会正式加做智慧体元年 ，AI 已经为过去单纯回答指令演变做会当自主采取行动的智慧回盘。更较强调科技演进爱靠强大的生态系甲合作关系。台积电就是这条创新道路的出色回盘。台积电执行副总经理李玉佳表示，面对 AI 需求爆炸性成长，先进制定甲封装产能拢严重未符经营。台积电当尽力扩大产能。先进封装发光发热，成为 AI 产业一个重要的这个技术支撑。现在的矽光子技术，台积电在这里也应该会有个蛮好的这个市场的。那预计在今年、明年就会开始量产。
面对 AI 快速成长，华硕电脑董事长施宗栋表示，虽然 AI 真厉害，但过有时阵会有反价，所以安全性真关键。鸿海 AI 软体事业负责人杨秋锦就分享实际经验，被导致 AI 不是先舞真大的专案，而是先将资料收集好基础，是将 AI 放在对的位置。看到对的点、痛的点、合适的场景，你就赶快进入，你不要再等。我们其实担心的不是怎么导入，我们担心的是不够快。应用 AI 的事件，联发科技副董事长加执行长蔡立行针对产业提出建议，爱前提了解软体架构甲系统端做紧密结合，才会当打造出符合 AI 需求的硬体平台。记者综合报道。今仔超北风台离开台湾，这天气佫开始要变热。昨最高温伫咧台南局这甲南化有37度之。气象署是针对云嘉南、高屏地区甲花莲发布高温警讯。今仔台湾各地拢是侪份好天，大台北地区甲东北部各山区过昼开落雷公雨，明仔载开始这雨水佫变多，会落雨所在会佫再扩大。讲到这雨水期，才拄要到呢，这台南乌山头水库就强要记底，无法度使船啊。咱们水库这水量也存无到一成。水务署也强调，伫咧黄霜雨来进前，各当一个月应该是无问题。看过民间业者载人客的观光游艇，就直接吊伫咧铺轮顶悬，就连码头拢起一边，要爬楼梯就要特别细致。乌山头水库水位直直落，真侪游艇拢吊咧袂顶袂动。业者讲，这真正是生目睭，头一摆看到啦。我们来的时候从来没有遇到水位这么低的啦。像现在这种状况，完全都没办法行驶。现在是没有办法。水库内底还有一个石拱琴，早期是凉亭的底座，平常时拢伫咧水面，敢若是靠岸的时阵才看会到。所以游客即马看到这个模样，真正拢惊一跳。原本特别自命的道南，要到乌山头水库坐船仰手看风景，无想到讲水库下底是大窟窟，船袂出去，实在是有够可笑。下降了啦，应该要下雨了。这梅雨季节，可能快有个落尾。我们本来是要来坐船的，结果没有水，所以没有办法坐。像这几天下雨，现在北部、南部也不下。乌山头顶悬就是詹文水库，虽然是全台湾上大的水库，自去年入冬开始，这雨就落了无济，若春雨慢落了无介理想，所以詹文水库的水量已经存无到10%。若是阁无落雨，这水情的压力恐惊愈来愈严重。若到初一早起10点，南部3个主要的水库也阁有7352万吨的水。经济部水利署强调，即马当是大水期转做是落雨期的期间，所以水情也阁会当控制。如果扣掉一天要100到120万吨，但是高雄资源的量有30万吨以上的话，每天的一个用水量大概会70到80万吨左右。那依照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满足到6月底。而且能够再满足1个月以上的一个备源的水量。水利署强调，即马布产淹水拢已经结束啊，会让靠较侪水出来，会来做调度。佮加上黄霜雨季，所以即马水库的水虽然是无介多，也毋过水情的信号灯是也未倒。记者综合报道。既然南澳的海边啊，共有民众7台车25个人去露营，煞吊伫咧遐，其中一个查甫的甲一个查某的扣大引降去，这查某已经扣起来，也查甫人也到单，也是无消无息。空勤直升机伫海面执行吊挂作业，因为31暗时，宜兰南澳新碧海沙埔海石洞，佫发生一件一对查某捡大引降去的意外，查某囡仔有落到海上，希望的扑救拍拼求生，佫报案求助。空勤直升机为暗暝到日时持续敲找，虽然查某人顺利获救起来，不过最近去39岁姓黄的查某人也下落不明。查某人报案的时阵讲是甲查某人去南澳海沙埔露营，不过警方询问的时阵，佫解讲是去散步。查某人目前也未找到，为了顾虑安全，消防救援行动暗时6点暂停，初二早起7点再佫继续敲找。上不好，你看打到这边，昨天晚上打到上面了。到定之湾敲找的二消人员讲，新碧海沙埔海石洞真正莫过入去，因为应下性外观无法度预测。执行这届救援行动，有2艘救援车完了后滚入海底，甚至造成一个员警受伤。人有找到无？人有找
2018年新北沙埔发生沙埔车游客互长影降去都市意外，县政府要公告南澳地区，也就是乌石偏到和平溪北岸的海岸范围，全面禁止水上游乐活动。2024年才解禁，当地游客慢慢啊增加。不过消防员说，伊早起才协助调至南澳沙埔海石洞7台车25人脱困，刚刚暗时佫发生意外。当地安全管制是外界关心的焦点。我们后续会跟消防局取得相关的资料，然后以函的方式转给相关单位。我们会建议相关单位依照相关的法令进行判定，如果有违法，应该要进行相关的处分。南澳海沙埔土地权管包含林保署甲国产署，县政府要发文予权管单位确认车进入海沙埔路营行为是不是违法。林保署表示，伫南澳海沙埔海石洞，敢若起火有可能违反森林法，会当刑事处分；路营行为无违法，敢若会当扣款。即摆已经伫现场设立告示牌，提醒这个海域的危险性。记者采访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因为诊所偷翕的案件，卫生部是公布头一批违规的17间诊所，包括爱妮丽甲光电，拢向罚50万，停业6个月。再是自时报，最近食毒赛车的问题严重，交通部宣布要修法，包括吊销驾照，3年内袂使去考。坐公车的18岁以上，共款的罚上重要罚到15000。最后是中国时报，日本甲菲律宾是启动海峡划界谈判，唔但牵涉着政治，也影响着咱渔民乌昂村的重要市场。议会嘛表示讲，咱政府应该主动表达立场，维护渔民的权益。因为讲到日本甲菲律宾这个谈判范围是划到咱的东部外海，搁再引起中国不满，派海警船来巡查，咱海巡也赶紧来出动。在学者嘛表示讲，这个谈判就是要防止中国南海军事行动，咱台湾也应该争取参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甲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进行宣布，一回升级做全面友好关系，双方也启动专属经济区，以意志甲大陆达成海洋边界谈判，引起区域国家的关切。As well as for the delimitation of our maritime borders. These are very important steps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defense cooperation and to uphold a rules-based maritime order. They will enhance the mutual trust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专属经济区意义是指为领海基线向外延伸200海里的海域，日菲谈判范围差不多为日本北中山群南平、菲律宾巴丹群岛北平，包含咱东部外海，牵动大日菲的海上权益。学者观察日本、菲律宾作为第一岛链的北平、南平，面对中共在南海军事扩张，日菲想要捍卫在南海共同利益，也防范中共突破第一岛链。区域安全的这种多边的一个小多边的一个机制，跟菲律宾这个美国甚至于强化跟台湾的一个合作，然后不断的有提到所谓对台海安全的一个重要性。菲律宾所谓的这个南海问题跟台海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学者认为，台湾在南海议题爱定现无缺失的态度，争取甲日菲谈判达成小多边合作。中共为抗议日本甲菲律宾的划界行动，中国海警局则派出第3舰编队伫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巡查，南海巡署是派出长平南并航监控，佮谴责中共想要侵犯咱的主权。针对中国外交部径自认定日菲未来谈判范围涵盖我国海域部分。及中方依其国内法享有相关主权权利部分，外交部再次严正驳斥，我国领土及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不容中方置喙。中国海警毋但是表台海，也定调伫南海的东沙岛。根据海巡统计，为去年2月到今年5月至8月止，到12架船33处中国海警船是照东沙海域，正做赴目的性的铺设地带操作。国军已经向台城驻防东沙岛强化协助强军宣示主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近来看，今年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中国是批评日本一直咧纠关国防预算做新军国主义，因为日本的防卫大臣可以之面甚至咯是甲呛落去，讲中国有遐尼侪核武，所以拢无喙讲家己。只要你愿意坐落来讲，咱嘛随时拢愿意坐落来对话。There is a country that has a huge arsenal of nuclear weapons and strategic bombers. Japan has neither of such weapons, and yet Japan is labeled new militarism.
Isn't it strange? 中国为高市早苗首相上任以来，一步一步强化对日本提悬国防能量的批判，所抵伫5月的川习会期间，以新军国主义的讲法批判日本。小泉进出拢伫亚洲安全峰会场合作出回应。伫演说了后的问答时间，小泉针对中国军方代表团的质问，反倒转去批评中国伫东海甲南海的军事扩张，才是对印太地区安全的威胁。China continues to increase its defense spending at a high level and is rapidly expanding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areas without sufficient transparency. China's external approach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are matters of serious concern for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俗称香格里拉论坛的亚洲安全峰会，照顾咧由印太地区主要国家的国防首长参加，是各国军方面对面沟通难得的机会。不过，中国国防部长党军连续2档缺席，简单由中国国防大学学者代表参加。Japan's door is always open.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will continue to use various channels and every available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firmly with the Chinese side. So please give my best regards to my counterpart, Dong Jun. 小泉除了发表演说，嘛伫论坛期间，甲菲律宾、美国等国防部长进行双边会谈，其中甲菲律宾国防部长蒂尔多洛的会谈，确认日本会将按算伫2027年除役的护卫舰除役了后，转移予菲国的海军使用。这是日本政府修订军事装备移转政策了后，头一届的大型武器输出案例。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再来看美国佛罗里达去年一件学校的枪案，调查了后发现，这个凶手竟然是就帮采用 ChatGPT 的规规来安装犯案的。这警方也正式对这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来正式起诉。校园外口的空地，藏的拢是学生挨到枪击案罹难者的火甲字条。去年4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发生一桩枪击案，造成2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检警伫调查的时阵，发现21岁凶手竟然事先透过 ChatGPT 问讲校园当时人上济，使用倒一种枪会当造成上大的伤亡，甚至阁得到若准有儿童伤亡，会有愈侪媒体关注等等的建议。非洲政府决定向 OpenAI 采取法律行动。We recently filed a monumental civil lawsuit against Sam Altman and ChatGPT for endangering our kids and deceiving parents into believing that this application is safe for use. It's clearly not. People are getting hurt, parents are getting deceived, and they need to pay for it. 这桩诉讼案毋但要求数十亿美金的赔偿，更加要求法院下令 OpenAI 必须要改变甲少年使用者的互动方式，而且建立安全防护机制，对着网络安全意识提悬。毋但开始倡导对 AI 监管，各国政府也开始对离校使用社群媒体做出限制。马来西亚政府对这个月开始禁止16岁以下儿童甲青少年注册社群媒体账号。Because we also understand that you cannot cut internet and the idea of social media and everything away from them totally, because it's part and parcel of today's life. So they must be able to navigate it at least a little bit, but not full access. No, very limited and monitored. 马来西亚这项新规定包括面册、IG、TikTok 甲 YouTube 等等平台，要求业者要先年会验证的系统，违规的人上济会罚到250万的美金。对美国非洲对 AI 企业的诉讼，到马来西亚的社群禁令，安怎防止网络科技危害离校心智甲安全，已经真做是全球政府无法度避免的大课题。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欧洲卡球冠军联赛决赛，巴黎圣日耳曼成功连霸，法国总统马克龙接见甲恭喜。不过，这球迷庆祝活动所演变就是暴力冲突，已经造成1个人死亡，有780个人被警察抓起来。巴黎宽声大道，予大阵球迷占去，烟火信号弹伫暗暝当中4阶段，民众发声庆祝。因为巴黎圣日耳曼 PSG 伫欧冠决赛打败边工厂，完成队史连2年封王。大阵球迷行上街头，向下列车大道挤入来2万人，汽车喇叭声一直放，规个巴黎叫欢乐声。不过愈暗煞愈激动，煞失控。
后面的民众向街路喷不明物件，讲歹店面，还有人放火烧车，甚至想要走入去警察局。警方到尾强势清场，大批民众叫人赶走甲逮捕。过程当中造成警民将近300人受伤。街路激战过了后，法国总统马克宏31伫爱丽舍宫接见 PSG 专队，俄罗斯法国的骄傲。Évidemment, tous vos supporters sont derrière vous. Évidemment, la capitale est derrière vous. Mais je veux vous dire combien c'est toute la France qui est fière. 马克宏嘛一直俄罗第12尾 PK 大战车稳踏入去的法国前锋登贝莱。Et puis vous l'avez accueilli, on a un ballon d'or évidemment ici avec nous. On a de la chance, le pied d'Ousmane n'a pas tremblé hier. Et une fois encore, il était au grand rendez-vous avec toute l'équipe. PSG 完成欧冠2连霸，和法国脚球伫短短2年内摕到过去70年拢毋捌达成的2个欧冠冠军，只是为场内惊险的决战，到场外警民冲突，这枚的巴黎原来彻底加强。公司新闻林义竹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WHO 统计已经有超过240个人去为着伊普拉死亡，病毒可能已经传去其他国家，巴西甲意大利拢有出现奇数的病例，目前加在是拢无减少。华人嘅日报报道，联合国的2大金主美国甲中国，这会员的费用拢是几亿个美金咧欠的，意思这联合国可能8月中倒闭破产。以色列攻击黎巴嫩上新的消息，川普是表示讲，有甲纳坦雅胡通过电话，甲黎巴嫩的真主党沟通谈判，双方拢同意减少攻击。搁再看咱的副总统萧美琴6月7日要出发访问帕劳，就任头一届出访友邦。另外，这方面，这捷克的参议长这韦德奇也带团来访问台湾。伊讲北京会当无欢喜，不过咱是民主的国家，要甲相交朋友，唔免听别人的命令。情况恢复关系，总统府才已宣布，副总统萧美琴6月7日到7日会出访咱国友邦北流共和国。这也是萧美琴担任副总统以来头一摆出访友邦。这座访问团成员包括卫福部处长林静怡、外交部处长甲博宣。罗总统望访问团达到3个目标，包括深化两国邦谊，协助北流推广永续观光，甲见证代表联邦计划推动成果。也不过因为顶摆总统出访施瓦蒂尼遭到中国是阿甘乌国家也关注。这座针对中国干扰风险，敢是有做事先推演。任何正副总统的出访，外交跟国安团队都会对于相关的情资有完整缜密的掌握。因为北流是美国建设的朋友，萧副总统这座敢是规划甲美国政要、外交人士交流，引起关注。这次萧副总统到帛琉是应帛琉政府的邀请，所以一切是客随主便，我们也看帛琉政府的安排。国际朋友过来台湾访问，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带伊带团来台，中岛拜会立法院，由立法院长韩国瑜亲自迎接。韦德奇也特别秀出牌影，顶面有台湾甲捷克的记章，刷来送一只插座的捷克狮子送给韩国瑜。佮说明狮子的特性，跋倒的时总是重新站起来，祝福台捷关系也总是站起来。Tajvan i Česko jsou svobodné a demokratické země. A to kromě jiného znamená, že tam nemůže nikdo nikomu přikazovat, s kým má nebo nemá spolupracovat. 造成大家外交上的困扰，我们非常的不好意思。中华民国创建1911年到现在已经在世界上坚强存在了115年，我们会继续坚强下去。韦德奇过2年搁访问台湾，中国驻捷克大使馆表达强烈谴责甲坚决反对。韦德奇表示，出发之前捌询问捷克参议院，敢是支持伊访问台湾。超过80%出席的参议员拢表示同意。韦德奇也当面邀请韩国瑜访问捷克。记者综合报道。国南国造，咱的海群河漳是已经完成第15届海上测试，再来还有过暝，还有深水测试，确定无问题了，才会当交船。他都风声讲可能要前到9月。国部长顾立雄是表示讲，安全甲品质是上界重要。加油！海坤姐，加油！
在民众的加油鼓励之下，占南国造海群号测试进度已经到尾声，初一出现在高雄港展开第15摆海测，进前已经完成别港测试、潜水站航甲战斗系统测试、验证操作系统。接落来也阁有看美潜水区域站航等测试，需要完成所有的项目，但存在将海群号交付海军做检测评。台湾的潜舰最高纪录有潜航测试32天，所以这个对潜舰来讲，这个耐航测试只是其中一个科目。可是你的耐航天数其实只要超过2-3天以上，大概目的就达到了。今麦传出大船赶袂赴7月高南，爱延到9月。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会以安全甲品质为前提做测试。我们不会去设定一个较近的一个时间。另外，香格里拉对话论坛结束，美国国防部长霍格塞斯正做20年来头一摆伫论坛演说中无提起台湾的美国国防部长，也阁有伊也是经中共军事混乱，向印太地区朋友发声。国防指出提悬到 GDP 3.5%对此，顾立雄回应台湾维持第一岛链的重要地位，高防卫前沿，会先进维护印太和平的责任。台美本来就是军事交流一项的军事交流合作一项频密，赖总已经宣布我们2030会达到 GDP 就光预算会达到 GDP 5%，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嘛。针对中共军事混乱威胁区域国家，菲律宾国防部长提奥多罗表态，要甲台湾顶伙伴扩大国防联系，也讲发展对台关系对菲律宾的国防空间有间接的重要意义。顾立雄表达尊重。另外，美国总局军事委员会定日公布国防授权法案，规划军援台湾10亿美金，韩国传播传出进前已经将完另外1笔7亿美金军援台湾，互外界烦恼这摆军援案国军可能看会到，说接袂到。美国对台湾的一个支持度，的确是有可能会因为中共的一个态度而会有所的一个变化。川普他一定会去考量现在的一个美中台的3边关系，而去做一个衡量。顾立雄对此回应，无听过相关的讲法或者观察。美国国会挺台力度无变，关键出决伫川普。记者综合报道。先来插播上新的消息，空军一架 T-34初级教练机，今早起8点左右执行训练任务时，所伫咧跑道的北边摔落，造成2个飞行员殉职。目前在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来厘清原因。然后上新的消息，我们随时为你报道。继续来看这要考驾照，若超过70岁，爱先健康检查，爱上课才会当摕到驾照。台中区的监理所特别邀请71岁的艺人沈文婷来宣导。因高雄区的这监理所是伫屏东九如办体检兼开课，头一天就超过400人去办。在诊所内底配合医术指令，做出轻轻的苦类动作，也展现行动力。今年71岁艺人沈文婷，刷头示范年岁大人换驾照的体验流程，确认各项检查结果拢正常，也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了后，伊顺利摕到新驾照。上一课，什么咩咩角的代志吼，咱拢会当感受到，个学到。后摆咱咧赛车的时阵吼。咱就会愈安心。该说明互你听，你开车啦、种啦，爱就算较注意啦吼。换照新制第一天，台中区监理所也有不少人来换照。新制规定，满70岁到74岁完成体检甲讲习了后，应换驾照，有效到75岁。75岁以上爱维持每3年换一摆，而且爱另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交通部表示，透过换照机制，应互老大人更加了解家己身体状况。大概有听力、视力，然后四肢的健全的情形等等的，然后还有身高会在这里头来做一些检查。地方也积极推出便民配套，因为偏乡庄卡地区大众运输帮助较少，老大人出门大部分是靠汽机车。屏东九如乡公所表示，老大人因为嫌麻烦无照驾驶，除了爱罚钱，会增加道路的交通风险，所以乡公所甲监理所合作推出换照7站式的服务。不会啊，很好啊，因为变成我们的同学会，我们在站上我们也有换照。可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你今天来多少人，所以的人服务量会不够，所以我们才会走出去。
这项跨单位下乡换照的服务，第一天就发出超过400张的驾照。监理机关表示，主动加入基层社区，除了增加行政流程速度，也消除老大人的体力负担，加纪律，和政策推行更加顺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食毒赛车问题严重，交通部要修法，就算讲你毋是赛车迄个有食毒，也同款爱吊销驾照。那这公车上当要罚到15000，该送去戒毒治疗，爱上课才会当个停课。按算6月底进行，要送到行政院转立法院来审议。查某人表情硬神硬神，互证人查落来，再真侪探假事煞家己去弄着，差一点啊介着过路人。2天前，这个事故伫中华湾林市区4天的驾驶涉嫌食毒赛车，虽然检方申请羁押，煞叫法院驳回，伊无报车回，将检已经提控告。同款的食毒赛车，今年4月，中华鹿港原来有60岁姓陈的蔡款涉嫌食毒开车，面对警方临检拒绝加速逃走，高雄市一个骑机车的负责人专案找伊侦结，将检以食毒赛车、公共危险驾驶人罪嫌起诉，并且法院分罪并罚。在撞倒机车骑士后，继续碾压被害人致死，有杀人之间接故意。查获后，测得尿液中安非他命浓度达每毫升500奈克以上，甲基安非他命浓度更高达5755奈克，高出11倍。为了阻挡食毒赛车，检方有真侪做法，用更加积极严厉手段。因为国内食毒赛车问题也未解决，即马交通部嘛推出修法，食毒赛车无造成重伤还是死亡，为吊扣驾照1至2年，加重变吊销驾照，3年内未使考领。另外一个重点是，总共无赛车，若是互人发现有使用1、2级的毒品，直接吊销驾照3年，限制定新考领。使用3、4级毒品是吊扣1至2年的驾照。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针对适用1、2级跟3级毒品有相关不同的一个管理机制啊，所以我们在针对他们的驾照管理的话，我们也有相同的一个不同的管理机制。只要经通报有施用毒品记录的话呢，那个通报使用1、2级毒品的话呢，会吊销驾驶执照；3、4级的毒品的话呢，就是会吊扣驾照。讨论真久的食毒赛车人造法，嘛伫即届修法范围，公车的成人乘客相当罚15000块。另外，汽机车驾驶人食毒赛车的罚款，初犯为本来的3万加15000块，变做12万加9万起跳。交通部预定6月底前，就会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送入行政院核转立法院审议。记者采访报道。卫生部对2006年推动注射筒的自动贩卖机，不过台南是有民众反映讲，常常有吸毒的人会买来用，用过这注射筒就等伫咧涂骹，尤其附近佫是学校，有家长是建议讲，爱紧甲这台机啊刷走。条话顶悬明明都有射筒的回收桶，不过也是有人甲用过射筒凊彩等伫咧涂骹。民众赶紧甲捡去等回收桶，同时打问伫网络。民众认为射筒的自动贩卖机设伫遮真无通，因为300公尺外都是学校，附近佫有转运站，人来来去去，说定都有验毒的人来遮买射筒，资源乌白等。建议卫生单位爱刷走。学校听到这个消息也感觉无介适合，多少有一点点疑虑，只是说当然是站在一个学校保护学生的立场上面，我们是希望说，还是有一点距离的部分，是不是说会对学校来端也比较好一点？有附近居民投诉给卫生局，那卫生局就打给我们，因为他当初卫生局设点要经过我们同意，我们不要，因为你们负责补货就对了。对。那也是有蛮多人来买的，大概1个月200盒，一两百盒差不多。60块一支机器会买到这盒，内底有2支射筒、酒精片、甲透保用的药水。药局讲，这个物件成本早就超过10块钱。卫生局表示，因为验毒的人会公价用共1支射筒，致使为着艾滋病也是关键。卫福部对2006年开始推出射筒的自动贩卖机，其中高雄、台南地区大部分拢是设伫的卫生所，也是医疗院所，民间场所较少看。现在民众对设的地点无认同，因嘛先甲机器放起来，重新评估。目前已经在现场张贴公告，告知民众该处自动贩卖机将进行拆除跟迁移，后续将尽速完成相关的程序。除了落钱甲机器买，民众嘛当摕用过射筒去各地卫生所免费换新的。卫生局强调，安尼做的目的都是为着减少传染风险。未来地点评估会甲社区的安全、甲民众的感受拢考虑入去，唔忘伫咧维护公共卫生的同时，嘛当互民众安心。记者李新武、柯家如、柯朝阳综合报道。来看台北捷运红线顶位站，昨讲有旅客唔知安怎煞甲行李甲等伫咧铁轨路，警方是移送法办。
旅客将行李丢掷至捷运轨道事件，造成捷运列车短暂停驶。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并迅速调阅监视器展开追查。于案发后30分钟内查获涉案男子到案，全案警询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代志就发生伫咧昨暗7点半左右，有旅客讲有看到一对翁仔某咧冤家，这查甫人煞到啦行李等伫咧铁机路顶，车站是马上通报加载无发生意外。警察伫咧半点钟内就抓到人，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讲到新青安贷款7月底就要到期啊，有民间团体是批评讲，进前的这政策受过令啊，颠倒害这厝价贴悬。即马有风声讲，新青安2.0第2版的方向可能会限制收入，一年若赚超过200万以上的，就袂使去申请等等。详细也是等待公布。为协助少年人买厝，政府推出青年安心成家买厝优惠贷款经济方案，简单叫做新青安贷款，每户上悬贷款1000万，期限上长40年，有5年宽限期。我可能还是不会考虑，因为5年宽限期过了之后，可能还是可能会还不出来这个利息加本金，还款的压力可能也不会比较小吧，就是感觉一整个人生都要跟这个贷款挂钩在一起。少年的烦恼不是无原因，根据公共银行统计，新青安房贷为2023年8月开始，到2025年7月底为止，总共核贷12.9万外户。若用年回来看，50岁以上占比差不多5%，若用年收入分析超过300万以上贷款户数，也差不多占5%。民间团体批评，新青安贷款无年回收入甲第一摆买出来限制，因果是变相做中厝价清悬。太穷的也不应该支持，为什么？因为你的收入买不起房子，我借钱给你是害你，对不对？然后你很有钱的话，我为什么政府还要补贴钱给你，借钱给你？另外5年宽限期，也互学者批评多户投资人交利息无交本钱，当5年，若拄到厝价落车，都要承受资产价值比贷款较低困境。现在房价是慢慢往下跌啊，结果搞了半天，5年之后，就房价还没涨，那它变成买不起房，付不出房贷，那反而就更惨了。新青安贷款要在今年7月底到期，财经部会已经向行政院报告初步方向，放下新青安2.0利息补贴的延期中年退场，为何政策资源更加精准，也推出3大申请限制，包含应收入、厝价总价甲新台年会等，其中锁定200万以上人免申请新青安2.0，不过还要等行政院最后定限。记者综合报道。成功台语，成功台语，成功台语歌听小，有人是唱家己的歌，也有人播布袋戏，学生是呈现创意，也呈现出台语的特色。台顶参赛者大家拢展现自信，有人感情丰富来唱家己的歌，也有人摕台语经典和流行歌曲展现唱歌的功夫，甚至搬布袋戏、讲台语笑话拢无问题。这是成功大学文学院和发起台语基金会办第3届成功台语歌听小的活动，成南北二路的学生超过60支队伍报名。落尾20组入决赛，活动分做口语和唱歌2组，多元的表演形式拍破传统，展现新世代的台语魅力。阮来甲这个活动赞写，毋过其实阮嘛会当对这个活动内底学到真侪物件。我咧提麦克的时阵，我有淡薄手咧喘，但毋过我感觉讲就是爱家己的心情稳定，用上平常的心态来去面对这个比赛安尼。活动即摆邀请看海专家做评审团，嘛特别安排专业的老师来教带学生。参赛者分享讲，这回毋若甲各校的学生互相交流，嘛有难得的实体训练机会。无论是台语发音、肢体表达，也是甲观众互动的技巧，互因有全方面的提升。那评审团是真学了这参赛者，因认为这毋单单是一场比赛，未来嘛会当创造多元台语的新剧本。老大人因已经算差不多拢会晓讲啊，袂晓讲的，就是即卖的少年人会晓讲的，就支持因，互因会当后摆因后一代会当安尼一直起来。蔡美惠老师虽然是国文系老师，伊嘛推这个台语，不只是文学院的学生，其他学院的学生嘛拢来报名参加。真侪台语的一个热心的人士甲团体嘛，对这个活动愈来愈重视。啊，
学校嘛对这个活动嘛真支持。主办单位强调，要挽救台语，一定爱对少年袂定紧，希望让大家知影台语真实行，唔是济岁人才会去注意的。唔望透过活泼在地舞台，通声更较侪台语家庭和无共世代来斗闹结，鼓励出少年人对母语认同，嘛互珍贵的母语通世代传传。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黄仁勋食鸡仔饼，拄着囡仔，甲问讲你袂晓讲台湾话哦，爱去学台湾话啦，引起讨论。这有学者是表示讲，台语的传承就是爱对家庭开始做，那政府官员也爱伫公共场合内底讲台语，才通把台语救回来。你袂晓讲台湾话哦 ，You need to learn Taiwanese。高级业的头人黄仁勋顶一日若食鸡仔饼，若甲囡仔开讲，黄仁勋一句 You need to learn Taiwanese， 你爱学台语，这句话嘛引起各界对台语的关心。根据行政院2020年的社会普查，国内6岁到14岁囡仔会晓讲台语的比例，敢若剩7.4%，显示台语传承出现危机。台语团体嘛刊公开批回应这件代志。大家过去无机会接受到正确的台语的教育。唔管是对台语的了解，还是台语文的学习，拢叫是讲台语是较无水准的，对袂着时代的，是无路用的，嘿。但是为黄仁勋的这个展现，咱就看到讲绝对唔是安尼，一个科技头人，一个世界排名的好野人，伊嘛是讲台语，迄就是伊的母语。台语团体公开批指出，真侪家庭投入英语学习，伫生活当中无效益母语，造成真侪囡仔无机会自然讲台语。嘛感谢这件代志，互主侪人开始思考台语传承的问题。有学者是认为，语言传承的关键伫家庭，父母有伫生活当中自然使用，囡仔才会对来讲。台湾人无应该搁对台语这种感觉无水准的心态。做父母的应该伫咧厝里用台语甲囡仔做伙生活。无需要真正像黄仁勋讲，You have to learn Taiwanese。其实囡仔无需要去学语言，囡仔只要父母去用迄个语言甲囡仔做伙生活，囡仔自然就会得到迄个语言。学者讲，台湾社会毋敢讲台语，其实是过去语言政策造成的心理创伤。呼吁政府就要替过去语言政策回实的，针对目前社会独尊华语的问题，学者要求政府的官员嘛要接伫公共场合讲台语。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咱讲到即马 AI 愈来愈发展，真侪人咧讲，以后咱人可能就无头路啊。咱来看瑞典的一间咖啡厅，就是用 AI 来做头家，对经营、请人、甲设计菜单、进货，拢是 AI 一手包办。咖啡旁讲，人客排队要来点咖啡，这间咖啡店看起来普通，毋过事实上伫后壁咧看头，面顶的毋是真正的人，是 AI 哦。It's an experiment. We think that AI will be a big part of the society and like the job market in the future, and we want to test that before that's the reality. And see what like ethical questions arise when, for example, an AI employs human beings. 这是美国新创公司咧做的 AI 社会实验，因将契约也有创业的资金交予 AI， 就是这个莫娜来经营。伫咧斯德哥尔摩开一间咖啡店，结果莫娜唔但晓家己处理非常复杂的欧洲的餐饮法规，也佫会晓签电力的合约，佫伫咧人力银行顶悬来引人，佫用电话引着2个员工，甚至家己设计菜单，家己进货逐项 A。I used to build robots for a living, and when I heard there's an AI cafe, I said, well, let's go check it out and see what it's like, see what the experience is. I expect there will be more in the future, so to get the experience of the first one, maybe see if there's some funny quirks, like having some strawberries in my drink is perfect. 毋过学者嘛警告，若是有人食物件食甲中毒，或者是引人的时阵出现歧视，要找谁来负责任，这就真歹货。伫咧这场人类甲 AI 大战，上大声感受到威胁的，反正毋是基层的辛劳。This job or this experiment is honestly proof that regular baristas like me and the bottom feeders, all the workers are pretty much safe, and the one who should be worried about their employment are the middle bosses, the people in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e CEOs and such.
当 AI 唔乃是辅助的工具，会使替人做工课，电脑开始咧管理人，甚至变做一只发薪水的头家。未来劳资关系也有工课场的规则，恐惊甲大家即马想的拢无共。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那咱台湾人甲日本人爱耍夹红仔机，在香港这几年也开始咧流行24点钟的红仔机店。香港政府就管了讲，这民众会耍甲条例，嘛宣布要加强管理规范，也会增加年会限制。闪闪烁烁嘅红灯，几排机台一路延伸香港街路，最近出现大量夹红仔机店，内底唔但是只满红仔，包括蒙卡牌也是真好奖品。耍嘅人顶住机械了，一直投钱操控机械，要么过一摆过一摆挑战夹红仔机，正做吞金嘅活动。即係可能一隻70蚊嘅公仔啦，咁你可能會用700蚊，甚至乎1700蚊都夾唔到。這種一定愛夾到手嘅心理，讓真濟人開銷特別失控。其實都冇㗎，好想放棄㗎，每日都好鬧自己，想放棄，唔好再玩，唔好再玩。看到夾紅仔機快速點點，未少也開入主題區啊商場，規日24點鐘營業。港府決定出手工具，講要嚴格監管，對此愛耍嘅少年人冇認同。我覺得咧就成癮就好睇個人嘅，但係如果我玩咧就可能。就我覺得我唔算成癮嘅，就可能玩咧就即係我都會有個限額，即係可能玩幾多就唔玩咁樣。過去香港對夾紅仔機嘅定位是介於遊樂場所甲公共娛樂設施嘅無清楚地帶。即馬港府當研究，敢是加強管理，包括營業規範、年紀限制等等，只是對未少愛耍嘅人來講，當機械了一擺一擺抓無到，煞總是像差一點點仔就成功，各算一擺心理，恐驚這是上歹改掉嘅。公司新聞李義主編譯。下晡報天氣寫看來看詳細資料。北部地區25度至35度，中部地區24度至34度，南部地區24度至35度，東部地區24度至32度。高島地區24度至31度。嗰未來3天嘅天氣。感謝你收看今日早起新聞，我是主播陳志安，那明仔同一時間再會。